條路也是阮安定區民最大所期待的，因為自這條變道跨過這個國道8吼，影響遊覽車要左轉或行橋，所以這條這個嘅費用就讓阮鄉民出入甲南區就個交通會當順利安尼，無早起南區要上班，而且讀車讀到要先經這個交隊啊，所以這個交通的品質哦，有做這個高速公路的跨小軌哦，感覺交通安全的真較順利安尼。確實，台灣唯一一個有紅綠燈的國道就在我們台南。這個紅綠燈其實過去如果在車不多的時候是不會造成太大的困擾，但是車行的速度會影響以外，還有一些交通的事故也讓我們很擔心。那現在我們看到南科蓬勃的發展，我們安定，還有這個安南，還有善化的這一線，其實現在的交通流量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就急着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幾年其實交通部會很努力來建設我們的台南的交通，因為未來我們的科技業的發展，台南就是南台灣的最重要的一個地方。所以剛剛所提到的4橫3縱，最中央的這個中間樞紐點就是國道8號。國道8號，如果我們可以讓它通暢的話，速度可以行車效率更高的話，對於我們整體4橫3縱未來整體的交通運輸的效率也會有很顯著的幫助。我們配合國道8號南133線的立體化工程，我們必須要配合133線的一個到港口相關道路的一個拓寬。道路我們會拓寬從10米拓寬到20米，然後它的長度是300公尺，然後總經費大概是7700萬。最主要是因為高速公路立體化的時候，它下交流道也要往港口方向跟往南科方向的時候，轉彎的時候要把這條道路做拓寬之後，車流才不會擁塞到相關的一個瓶頸，然後能夠順暢能夠直接轉往南134線的一個進入南科科學園區。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開闢的時候跟南133線的時候有一個交叉口，那造成交通非常大的一個混亂哈。那非常感謝中央跟地方合作中央補助地方總共花了35億的經費來把這個國道8的這個高架化哈，能夠通過那個交流道，能夠讓國道8的交通更順暢，讓南133線的交通也更順利，不要造成地方跟用路人的困擾。你好，是觀眾，歡迎收看11月26號的中嘉台南電影新聞。位於烏樹林廢棄物佔地場，因為起火引發民怨不斷，地處市府消防甲環保兩局通力合作，火勢已經得到控制。而且環保局嘛佇現場召開記者會，向市民報告拍火過程以及後續處理流程，希望讓市民安心。烏樹林佔地場火燒正日第3天，拍火兄弟甲消防機構持續佇現場作業。火勢已經漸漸得到控制。環保局長許仁哲25日下晡特別來到現場召開記者會，向市民大眾報告目前拍火進度，並針對日前有部分民眾質疑熄火原因，敢是因為廢棄物計劃未付，規氣燒了陰謀論，一概講好清楚。我們在挖防火巷的時候，這邊也在噴水，這邊也在噴水。我們那時候這裡事實上也有很多。我們的同仁跟消防同仁在這邊滅火了各位看到後面這麼多人，還有包括我們這個機器人，消防機器人，我們不是派說你消防隊那麼多，為什麼車子不多？外面水車很多，為什麼你不做？其實你看這個環境是受限的他的作業現在要把這些東西接駁過來，那很快的這1-2天，我們希望把這一塊解決，這塊的情形把它解決那如果這裡可以解決的話，這裡呢，我們把東西移開。剛剛在議會的時候，我稍微說明，我可能要去跟消防局調那個抽水機，用煙的底下來煙，降溫之後呢，我就可以繼續處理。另外，
針對外界質疑烏樹林占地場有堆放石棉，許願者表示，環保局要求石棉碗一定要用太空包裝地，而且存放地點是在城西焚化爐。烏樹林這確實無占放。外界一直在懷疑說裡面是不是有石棉瓦，還是說已經把石棉瓦燒掉？事實上，石棉瓦的清理的系統，我們是要求要太空包裝袋啊。那這個是我們堆置的，在城西的堆置情形，這個地方確實沒有堆置，完全沒有堆置石棉瓦。許願者強調，烏樹林火警後，環保局採取提升消防有備水量，強化夜間巡查，調整為分區對峙，以分散風險。同時訂定占地場防火 SOP， 進行深層溫度定點監測，並甲中央建立一致災害廢棄物管理規範。除此以外，也將增設 AI 監測設備，防堵類似火災再次發生。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在眼科某一間安親班的女老師被家長指控無適當管教，因為只有6歲查甫囡仔疑似被老師用手鐐磕卡，造成胸坎烏青，而且竟然是因為功課寫無好。對此，家長帶囡仔到病院驗傷，並且要求安親班有一個交代。不過老師一直無要道歉，態度真歹，所以嘛，互家長去甲報警，而且教育局嘛前往稽查。都要暫緩改名女老師的職務，另外也查出安親班無依照規定申報師資，裁罰負責人5萬塊。家嫂掀起來胸腔有烏青，今年才6歲的查甫囡仔去到永康的一間安親班寫功課，煞佇咧11號，跟媽媽講家己被老師用手骨頭拍。當時就是我小朋友在寫作業，然後他的老師坐在座位上，然後叫我小朋友站着，然後他可能寫的不好，他要寫分，然後寫國語、注意那些有的沒，他塗改，然後寫不好，然後老師就用走起他的心臟。繼講家長就帶囡仔去驗傷，證實胸腔有挫傷，去甲到安親班討公道。不過這名查某老師的態度，讓家長相當不滿。無要回就算啦，還閣抬頭擺，還閣嗲大細聲，無拍為蝦米烏青？你照講你要甲一個當到烏青，迄是愛出大力啦。講真誒啦，阮有問囡仔講不止伊去用拍爾。你若講囡仔，敢會講白說，對無？家長也閣講老師拍人的地點，意思是教室內底的監視器死角，無翕到司法過程畫面，質疑老師是調工的。台南市教育局前往稽查，發現安親班評估這名老師的行政流程無按規定通報核准，先對負責人罰5萬塊。我們絕不做任何形式的體罰，如果有，我們絕對不會寬待，絕對會嚴處。對，但是事情要講求證據，我不能因為孩子的一句話就去讓老師的辛苦被抹滅。該師在11月12日起已暫緩到該中心靜候調查，等待社會局完成社政調查結果。教育局將盡速召開不適任人員認定委員會，依情節認定1到4年或終身不得任教資格。教育局嘛，甲這名老師停職，查明敢有不當管教的代誌，所有相關的資料嘛攏交由警方調查。也毋過查某老師的翁也閣佇咧網絡頂看家長來冤家，實在是有夠喊。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2025年南面杯國際青少年網球錦標賽將於11月23到30在新營網球場登場。今年邀請來自法國、美國等12個國家優秀選手參加。另外，國內青少年排名南面杯賽事嘛將於11月29到30東部展開。只有其他選手都要展現上好的成績，嘛用運動來交朋友。國內等級上懸的國際青少年網球比賽，2025南寧杯國際青少年網球錦標賽，在1月23日在新營網球場盛大登場。市府特別舉辦國際記者會，歡迎所有選手和貴賓來到台南。這個是我們全國性的指標的賽事，也是我們國內等級比較高的，它是已經 ITF 呢 J200，那是國際認可的。那因為這樣的努力我們來培養出優秀的人才，像我右邊這位
我們已經達到全世界的51名的一個等級了哈。我們也期待這樣的比賽過程當中，也將全國的優秀的人才來這邊來賽事，那也提升了我們的水準了哈。那今年有12個國家來參加，包括法國、俄羅斯以及美國，還有韓國、香港等等。那這樣的國際比賽當中，不但可以提升我們的水準，又可以來做一個文化交流，也期待他們來到我們最美麗的地方台南，能夠好好的來享受我们的文化。那預祝呢，我們這一次的賽事能夠圓滿成功。本次賽事邀集來自法國、美國、香港、韓國等12個優秀選手鬥陣參與，其中有不少選手在各地國家攏是排名第一。畫面上這位就是目前國內青少年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51的選手林於晨。在這次比賽中，可以跟世界各地不同選手進行一些球技上的切磋與交流，然後希望我在這場比賽中能吸取更多經驗，讓自己變得更厲害，然後走向世界與國際接軌。希望這次把冠軍留在台南。藍鷹杯自2009年創辦至今，已經邁入第14屆，並在2018年升級成為國際網球總會 ITF 歷級賽事。這回將近1禮拜比賽，台南市政府歡迎鄉親來到新營網球場看比賽，為這些選手加油。台南新聞張秀維採訪報道。配合全國11月東部打擊詐騙掃黑等行動專案，台南市警局除了查獲以電信甲工程嫌犯為主的詐欺集團，嘛偵破張姓嫌犯的侵害改造工廠。整個行動總共查扣總價值2147萬，以及改造手槍、高台汽車、甲虛擬貨幣等犯罪工具，執行成效良好。台南市警局對11月10號到21號配合全國東部執行打擊詐騙、掃黑、贖錢等行動專案，期間除了刑警大隊鎖定電信主嫌以假投資手法的詐欺，第5分局嘛以強硬手段破門查獲以工程嫌犯為主的詐欺集團。另外，第3分局則偵破侵害改造工廠，找出線單槍甲改造工具等證物。整個行動連同詐欺所查扣的總值2147萬，成效良好。全案分別依違反組織犯罪防治條例、詐欺及槍炮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並持續追查。打擊犯罪及維護治安是警察不可動搖的責任。台南市警方未來將持續推動，並與市民共同維護安全家園。台南市警局強調，犯罪絕對無度吞論，嘛呼籲市民發現可疑不法，或者是拄到詐騙，一定要馬上卡110，或者是165反詐騙專線，以免受害。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傳聞真高北處的安南區東慶宮聖母是不動產業者上愛去拜拜宮廟，加上東慶宮建廟過程甲祭祀服務冇真濟傳奇的故事，所以這擺電視公司的戲劇團隊選擇來因遮取景，嘛是要將聖母傳奇以單元劇的方式來演出，讓更加濟人明白大港媽甲守護莊頭的精神。戲說台灣是目前台灣上長歲數的高中電視劇，題材攏是收集各地民間的傳奇故事。這回因選定台南東慶宮來取景，拍算拍大港媽和莊地的影集。日前劇組正式開鏡，眾人除了共同祈求大港媽庇佑製作順利、收視長紅，嘛希望該戲劇和全台民眾知影東慶宮建廟的傳奇典故，甲大港媽守護莊頭的精神。是說台灣
來拍大江媽祖的神蹟。大江媽祖重點神蹟由福德正神這個拍開上天財庫所，這是重頭戲，希望大家踴躍來到咱這個東慶宮大江媽祖那麼在咱這個戲說台灣會當這個收視率長紅。咱的同慶宮來演繹咱大江媽祖天上聖母保護城池的相關的故事啊，可以說區長家非常歡迎。咱在東慶宮家，咱的大江媽祖呢，過去以來咱的神蹟顯赫，包括咱的營造業，包括咱的建築業的保庇，嘛包括咱科技中狀元的一些神蹟，會使講信眾非常的多。在這我想非常的感謝咱戲說台灣我們所有的劇組推出最堅強的演員陣容，來特別來行銷，來演繹咱大江媽祖的故事吼。區長在這非常歡迎。東慶宮主事大江媽祖以特別的修行方式加技術服務出名，提供厝中加市電科技服務，有信徒相信透過這儀式會當解運圓滿成功，所以嘛得到真高賣厝的大江媽祖稱號。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花蓮知名的肉桂羹咖啡店，因為罷免傅崑萁失敗，兌現承諾關店。經過將近4個月時間，現在佇台南重新出發。在試驗運動中，這30分鐘就客滿濟濟前來支持的人客。在鞭炮聲中，來自花蓮的肉桂卷咖啡店落腳台南重新開張，門口有許多綠營政治人物，花蓮縣議長張俊的花籃祝賀，還有不少民眾前來捧場支持。因為那個花蓮的事件嘛，對，所以就很想一定要過來支持一下。既然是在台派這麼多的地方，至少我們同溫層比較厚一點，總比他媽在花蓮好太多了。當時726大罷免，老闆娘鄭凱西承諾罷免傅崑萁失敗就關店，這4個月來受到輿論負面批評，歷經挫折沉澱後再出發。籌備新店期間，很多朋友都是無償幫忙，還有在地的長輩給予鼓勵。也許我之前過去參加社會運動的一些背景，讓大家對我的店可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但是我覺得我在台南就是重新開始。鄭凱西不後悔這樣的表態，說到會來台南的原因，也是老天爺帶他來的。也很神奇，就是我在離開花蓮出來休息的時候，我在台北車站其實有一度猶豫，說下一站要往哪裡走，然後突然間腦海就浮現了4個字：大天後宮。然後那一天我就馬上買高鐵票，就來到台南拜拜。然後一來的時候就覺得，咦，好像就是這裡。離開故鄉，翻山越嶺來到台南，雖然是在巷弄裡的老宅，但素雅的裝潢和簡潔溫暖的文青氛圍，很適合台南人的步調。尤其是被稱為神級肉桂卷的招牌甜點，相信能征服全唐城市。不過鄭凱西還是希望有一天能夠回到花蓮打拼。記者邱懷談的報道。為了新北市美術館對面的餐廳，因為堅持有機天然，而且強調攏無加工的飲食料理，所以一直以來備受消費者喜愛。業者表示，歡迎民眾綠色的消費加愛護地球，就是因開餐廳的理念。位於鶯歌陶瓷博物館附近的 Tina 廚房，橘紅色的屋頂與黃色的牆面展現溫暖的歐式氛圍。室內暖色調的裝潢，挑高寬敞的空間感，帶給顧客溫馨舒適的鄉村休閒感覺。Tina 廚房店裡頭提供16種風味主餐，菜單清楚說明選用的食材來源。主廚以天然香料調味，風味獨特，料理美味，更兼顧饕客的健康。我們第一家是番薯藤有機專賣店。就販售一些有機商品，後面呢陸續發展成有 Tina 廚房系列，有些部分的菜呢，我們會從自己農場過來，對自己栽種，就等於是我們一條龍的服務就對了，從種植、採收、製作，好像有一些加工坊會製作一些，比如說香草，把它做成乾燥，那變成有機香草茶，這個也是我們自己做的。那至於到，所以
這一系列的到我們的賣店販售，对，賣店的販售，甚至到我們的餐桌，你們目前所吃的也大部分是我們自己種的。那當然我們也會幫助一些在地的小農，然後讓他們有他們的蔬菜可以給大家使用或是販售。對，這個是我們老闆的理念。除了美味套餐外，餐廳附設的套餐自助吧，多達10種以上的豐富自助料理，無論是生菜沙拉、燉菜、米飯、濃湯或是甜品，都能品味到食材的原味以及主廚的用心。我們要發展的是大溪，我們有一個休閒農場。休閒農場的部分就是之後會做一些，比如說手作啦，或是課程啦，然後讓更多的遊客可以做參與的手作活動，就是採摘。可以自己去採，我們現在就有了，可以去做採摘一些蔬菜啦，或香草啦，手做一些比較漂亮的東西，就是对手做。餐廳內的商店販售多種 Tina 自產自銷的一條龍作業有機產品，包括天然酵母窯烤麵包、手工蛋糕、有機豆製品、有機果醬、咖啡豆以及天然手工香皂等，琳琅滿目的商品讓顧客到此一遊，不僅能吃得健康又滿足，也能買得安心且滿意。Tina 廚房表示，推動有機飲食不僅是一種消費選擇，更是一種生活信念。未來 Tina 廚房將持續深化與在地農場的合作，期盼打造兼具美味、健康與環保的飲食新文化，讓吃成為守護地球最簡單的行動。記者蕭世宏新北採訪報道。前台北市長馬英九年來在市府所設立的仁愛樂齡服務站，在經過23天配合市政大樓的改造，刷到原本的市民接待式，在重新裝潢以後，日前全新啟用。台北市長蔣萬安表示，這擺空間升級不只是硬體，更象徵台北市府在推動視障者就業、甲營造友善社區邁出重要一步。熟練的用雙手按摩，舒緩民眾緊繃的身體。已經在真愛按摩服務坊服務23年的視障按摩師傅阿里山，就有這項工作撐起整個家。因為我有4個小朋友嘛，就因為我太太都顧小朋友，然後我就一個人工作這樣。這個一技之長會幫助你生活。對，沒錯。對。怎麼樣幫助你這個工作？就是因為有這個工作，就可以撐起一個家嘛，然後也可以把小孩子的教育帶起來。台北市政府真愛按摩服務坊煥新再出發。這裡是位於台北市政府大樓的真愛按摩服務坊，在民國91年10月設立後，成為最受台北市政府員工及洽公市民歡迎的紓壓據點。23年來，服務人次突破23萬人次，也是支持視障朋友就業的重要平台。為了配合市政大樓改造計劃，真愛按摩服務坊遷移到原本市民接待室的位置，在台北市長蔣萬安、台北市勞動局長王秋冬及台北市議員秦慧珠等人剪彩下全新啟用。蔣萬安表示，這不僅代表空間環境的提升，更象徵北市府在推動視障者就業、營造友善城市方面邁出重要一步，具體展現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的決心。在這麼長一段時間，我們提供服務，不只是照顧我們的市府同仁，以及許許多多前來洽公的市民朋友，照顧大家的身心健康。那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謝謝許多視障朋友，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提供這麼好的服務，也表示我們持續的來照顧並且支持我們的視障朋友，讓大家有一個好的工作環境，能夠走入我們服務市民朋友這樣的行列。當然，我們勞動局以及市府各單位，我們也會持續的優化各項服務對於身障朋友的照顧，包括我們多元的這些就業輔導、職業訓練，還有持續的優化我們對於身障朋友的工作環境，我們都全力的來做。因為在我們4月29市政會議專案報告之後，就整個業務上的一個搭配市府的一個
換新計劃，那其實我們整個視障服務就更升級，那整個多元的視障就業多元服務的可能性空間的一個創新，非常謝謝市長的大力支持跟台北隊的大力協助。連續10年，周周都來真愛按摩服務坊接受阿里山師傅按摩的民眾也很肯定北市府在市政大樓設置視障按摩坊的做法。之前我就在這邊，然後經過的時候，沒有想到市政府有一個按摩坊。然後那時候因為推着推車帶着小孩睡着了，我想說，我可以休息一下，就按了一次以後，我覺得因為那時候帶小孩很累嘛，那時候按了一下，我就覺得很舒服。後來就固定就是每個禮拜都會來，這樣就按了10年的小孩都12歲。為了歡慶重新開幕，真愛按摩服務坊將在11月20號及11月21號2天推出回饋活動。台北市65歲以上長者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的民眾，可以享有15分鐘免費按摩體驗。即日起到12月19號，到店裡消費的民眾也可以獲得來店禮與滿額贈等優惠。歡迎民眾多加利用，透過實際行動支持視障朋友就業，與北市府共同打造台北市成為友善宜居城市。記者張啟騰台北報道。感謝收看11月26號的中嘉台南電新聞，我是顧文傑，咱再會。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利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請你跟我這樣做：1、2、3、4、5、6、7、8。2、2、3、4、5、6、7、8。3、2、3、4、5、6。同樣的事一直重複做，身體會產生記憶，成為習慣哦。7、8。我也怕快不去耶。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穩賺不賠。這麼誇張？一定是詐騙！政府及櫃買中心一直在宣導，不要加入陌生群組，不要隨便相信名牌，穩賺不賠都是騙人的。我不要得腸病毒，完全沒有消毒，可能會傳染腸病毒哦。我不要得腸病毒，爸爸回家要先洗手換衣服才能抱我啦，不然可能會傳染腸病毒給我。如果不小心得到腸病毒，老師說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勤洗手，站衛生，腸病毒遠離我。在職業生涯馬拉松的比賽，照顧囡仔是大人，甲繼續做工課的雙重壓力，就親像拄到真唔好的天氣。不要緊，補給站就佇頭前，對外口減負擔，對內底補資源。社福職場系統優化，顧老搖囡仔同齊來做，隨時予你有夠力的資源，予女性甲中高齡者有實力再出發。阿媽你好。
阮是來甲你送消防平安的。這是阮厝內24點鐘的保鏢。伫第一個時間，伊會當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講哦，隔壁有狀況發生。助警器有分偵煙室與定溫室，分別裝置於居家的不同環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預警防線。安裝完成按鍵測試，它將成為居家的守護者。安裝助警器，有增有保庇哦。